我这目镜。后来，1657年11月初5，早起尔刚船出港，迄只 Roldwas 号装糖Bloemendal 号就是来遮来停看栈桥落河 ，Blue Cannon 号、Urk 号。Emerald 号含迄只名港船，今仔日又搁拢同齐对港外装货来入港。今仔日好天，风又圆，像昨昏，有一只篷船出航去南方吼，坐60个查甫载起21罐烧酒、20个铁蛙、20捆的稻罐、100匹的面布、60担的盐、3拿糖、120个卡夹斯。1罐面粉甲30支刀啊！11月初6拜2，游玩像这几天适合航行的好天气。领港船甲大篷船 Roldwas 号又搁出港，快艇 Bloemendal 号落河了，阮无用得为便底船。The Rider 号来装上要载去广州的盐。11月17号拜3，天气甲风又圆像以前，下晡有大雾。Bloemendal 号装糖了 ，The Rider 号装纸弹了。Roldwas 号甲领港船入港了，大篷船阿婆本号又搁航出港外路。这个了应该是了啦，我甲读做了吼，就是免读啊，就是迄寡代志拢做了就对啦。11月8号拜4。今仔日有定沿岸要出航去波斯的快艇 Donberg 号来入港来取地停看栈桥，阮邀你为 The Rider 号来装货，也你为着迄寡大篷船，就是 Roldwas 号甲 Appleburn 号来落货，也你无用对Bloemendal 号来甲沿落来，天气比以前搁较晴朗良好。今仔日收到南区政务员。Hendrik Norden 寄来一张批，甲阮讲，伊迄个地区粗野的山区居民会无稳定甲扩散吼，讲内门社人太死六个背失社的人，甲因的头壳炸走，用来报复以前背失社人杀死因3个因即个内门社的人，并且炸走因的头壳。毋过，即个受训的问题，吼，就是即个元首的问题，最后被即个政务员 Norden 来调解好势，吼，伊甲双方的人调入来，互因答应调解，并且互相吼，握手，吼，应该是就是拍手，吼，来表示和解。含荷兰公司敌对的历史社人，最近甲一个伫咧野外行搭的即个叫做塔拉拉利亚社的查某人来抬死，甲伊的头壳炸走等等。阮要交互将要坐避雷船 The Rider 号对取地去广州的商务员 Hendrik Ballen 先生的指令。
读了以后，感觉应该要小心，爱真细腻将公司的目标写较明白一丝啦，并且爱用命令并且爱个命令这个 Baron 吼，这个 Hendrik Baron 就是去广州的吼，爱甲迄边改一个这个助理 Palin 真客气，佮甲扯转来斗相共吼，用小礼物去处理迄寡大人物的好感。伊家己嘛爱注意讲伫马卡迄甲位啊吼，下阮的敌人就是葡萄牙人进入广州河里，袂使互因下过，袂使互因超过虎头门啦吼，爱留踮咧遐甲伊到位含在来即个好物吼，通知当地的官员，特别是爱通知迄寡藩王知影，请求因来稳准岛期的起货，写起货、起货，对毋对？啥物意思？出货还是哪？起货来出卖所载去的好物，譬如讲盐啊、胡椒、子弹、藤啊、柚布等等的物件，并且设法用来交易木料吼，锌加茯苓吼，锌是一种化学元素，锌啊。为着要交易撮合，阮交互上水迄个Baron一个新的改良的大亲啊，也命令伊爱斟酌探查英国人伫马卡的活动甲贸易的情形。广州的藩王对葡萄牙人有啥物承诺？是毋是有制定啥物契约？也拢爱竭力去调查吼。竭力，即个竭我3个万百遍了，搁袂记吼。我记得读说，我读毋对，应该是结。结，读对咧，读结结吼，本条结晶吼。讲然后去查看有啥物承诺啦，有啥物订啥物契约啦吼。也爱竭力去调查，吼，去探听。若是阮有能力用武力甲葡萄牙人赶出澳门，吼，赶出马卡澳，因有啥物想法？而且，若是因愿意，也会当互因派翻译员，或者是其他人，倒伊倒这个 Baron 吼，同齐去巴达比亚，并且爱亲切来交代迄个人。此外，也爱遵照总督阁下伫巴达比亚交互伊的命令去做，一切拢爱尽量较紧去做吼，以便会附伫互今年归国舰队对巴达比亚甲消息早转去祖国，当事阁下来报告吼。详细内容会当对发信铺呢的该指令来看到。11月初9拜5。阮无用伫为快艇布鲁曼德号来装糖，也甲 Z Rider 号剩落来要装好的好物也拢装起，也照惯例迄寡今年契约届满无要续约工作的军人，对今仔日上午开始互因上船。顶晡天气良好，下晡有强风对北方吹来，暗时啊，搁较强风对吹来。11月10号拜六，北风也是继续透到无准时会当出港，空中雾气真高。Z Rider 号已经装满好物，也继续无用伫为布鲁曼德号来装糖。11月11号礼拜日，风即嘛已经减弱落来，
所以 Road Bus 和领亚港船以及 Apple 本号拢出港。Blue Mantle 号离开栈桥，迄只小便队阵 Hilversum 号一礼拜日港来咯。好天，顶部无啥物风，下晡就有风对东北风吹来。伊无记讲今仔日是礼拜日敬拜上帝。11月12号拜日，适合航行下好良好天气，微风对西风吹来。Emerald 号顶头会好要落来咯，迄两只大篷船拢来入港咯。快艇东部号来停跨栈桥，第一只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厦门坐60个大埔，再去下日的好远，869斤鹿仔肉，139斤虾仔，800斤鱼，1万个980斤糖，220头大马，甲1600斤的糖水。11月13拜二。欢迎夜班。我无反应。我是毋是有咩代志？11月13无反应，我另外开一个，日记地小铺，我这个日记网站即嘛礼拜。一咱野声日记1657 11月11月13 11月13 7月拄则这也毋知发生啥物代志，很无反应。11月13拜二，迄两只大篷船拢又搁装糖咯。Emerald 号还搁咧落雨，温热的天气真烧热的天气啦。透西风，阮已经和商务员 Baron 来鉴别，伊已经准备好会当坐便队船 Z Rider 号出航前往广州。佛罗摩萨议会今仔日召开会议，伫会中提出一张对厦门的长官炸牙所寄予处地荷兰长官的中文批，翻译做荷兰文的批。批里写着关系着被荷兰人夺处理伫咧处地损害去的迄只流忽的篷船的代志。伊写讲，此事互郭靖爷因为安尼来丧失了数千里尔。这个金额，台湾必须要随支付，不得借口拖延钱。因为若是如此延前落去，恐惊现在出远门去作战的国姓爷听到此事，会真紧就禁止这个拄则恢复无偌久的贸易。对这张批的写法，我发现讲，阮顶一次按照今年9月初4的挂期对伊派来代理人所提起有关此事的要求的口头答复，因无了解清楚，或者是真有可能被恶意误传，因为迄时若无讲起着不可单效，这什么意思？而且除了甲我方的人斟酌监督。辛苦收集的物件，随交行予迄个代理人以外，也无提起讲要支付啥物。关系到这
即寡代志伫早爷的内批呢，完全无提起，那亲像讲伊啥物拢无收着安尼。阮对此事周详考虑了后，就伫议会呢决定，即战事因为伫上述的决议中详细记载理由，除了以前已经规行的物件以外，无爱阁支付任何的金额，只爱尽量较紧写批予早爷，甲上述阮口条的答复，以及阮对此事的意见清楚来甲因讲，互伊明白阮将未伤过，也袂像伊所讲的，会阁去支付伊啥物。相信伊会明白阮的无辜，并且对阮即个答复感觉满意。阮希望袂阁再互阮困扰。这是你写啥？看无？即个官员早爷，我去查起来，我若无啥信心啊呢？早哈，对，早甲做吼。即个公园早爷写批予翻译员何斌，经由伊向阮请求4张海上通行证，互伊的旁船对厦门前往暹罗巴林邦，也写做旧港。马六甲甲流忽，伊讲即寡船我中昼就要出航，对此为了要避免造成更较侪的误会甲无信任，将会按照惯例发通行证予伊。要写予巴达维亚总督府阁下的一般书信的草稿，今仔日伫佛罗摩萨议会集会中来阅读。即张批内容呢，逐字逐句拢会当对发信簿啊看到。有3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35个大波，载去8776斤鹿仔肉，30,620斤糖，16道毛仔14700斤糖水，81斤虾啊，480斤蚵仔，1998斤鱼，237斤沙鱼油，14道油豆，76个油豆饼，10道土豆，90担鹿骨，15篮的薑啦吼，果酱啊，果酱，23担的破铁蛙破去的吼，250担胡椒，1担 Harvan Driftwood， 知毋知啥物件？含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南部，15个大波载去150担面布，35担铁蛙，50担盐，50捆杯仔，10捆刀罐，人拿糖10罐鲜仔烧酒，80罐三酒，5个细铁蛙。11月14号拜三，变轨船 Z Rider 号透早用篷起订，拍算要出港，但是无偌久后又搁不得不停留伫咧港内。迄只大篷船 Apple 本号也拍算要出港，但是伫咧港内沙洲看线，不过又搁安然浮起来，无受到损害。大篷船 Roadwas 号则顺利出港咯。历时啊，海上大梦有连风对北方强烈吹来，因此迄只 Hercules 号的小艇对港外要入来取水的时阵，伫即个港道内被迄个海鹰甲车倒去。因为迄只 Hercules 号呢，建装发炮一响，互迄寡落落水的人会当被停伫港口的 Z Rider 号顶头的人来甲因救起来。暗时啊，风力真强，前半暝阮真突然来感觉一厝的地动。
11月15摆是上午风平静落来 ，Apple Boom 和含迄只尔工船拢出港咯 ，Roadwas 和入港咯，但是因为风力伤强，所以只敢来当装一半货门入来。Z-Rider 和也袂当被带出港外。快艇 Donberg 和来处队停靠站桥了后，阮就无用伫装腾起哩。要暗仔又搁开始透起强烈的北风。11月16号拜五，迄只 Z-Rider 号出港咯。今仔日就开始启程航往广州，中岛互迄寡要出航去巴达维亚的朋友来甲因践行。伫即个期间，阮无用咧抄写2份要寄去巴达维亚的批。下晡透西北风，大篷船 Roodwas 号满装着糖又搁出港咯。有一只篷船对片湖来到遮，坐17个公司仔，18个乘客，3个查某人，再来6只牛母，一只山羊港，10罐咸鱼。3队呢，有一只篷船出航去片湖，坐10个查甫，再去50条大马，100斤糖水甲2担的地膜。好，大家爱困。11月17号拜六 ，Apple Boom 和载着处队改一个特务的士兵航往港外，迄只尔工船也去港外一抓。要是小双的天气甲风，下晡有风继续吹来。Grumman 号来看岸，快艇Z-Hunt 号来看站桥，落船顶的涂炭。有2只篷船对下门来到遮，坐39个公司仔甲28个乘客，再来195担盐、30包饭碗、70包大碎一半的饭碗、100包大碎一半的大灰盘啊，46捆的粗纸，106包鲜奶薰草，100捆的刀管，300片的面布，又搁2包面布，4担书写用纸，4罐奶汁，30罐盐生过的咸，100领草切，4拿木心节，5知毋知啥吼？5拿杯啊，10拿茯苓，6袋小麦。11月18号，礼拜日，安息日敬拜上帝，海上大梦含以前小双的天气甲风，迄2只大篷船 Apple Boom 号甲 Roodwas 号转来港内。11月19拜日，今仔日可能会当甲11个读了吼。好天早起，快艇 Donberg 和 Blue Mandel 和甲平队船 Watchtower 和趁着一船对陆上车来微风航出港外。Z-Hunt 号已经落货完毕，要寄去巴达维亚总督府阁下的文件甲批今仔日签名包装封印，也是同款的天气甲风。11月20号拜二。我阵呢，阁下早起来处队过时了后，就坐一只舢板离开处队去出港。又领港船带路，因为风力微弱，所以出港偷出港。阮对即个城堡发炮塑像，以表敬意。Ogens 阁下嘛陪同出港。而即个 Nobel 是炸着迄寡物件，军队要去检查船员顶人的即个稽查官甲代表同齐出港。
下晡 ，Oceans 阁下甲迄寡要寄去巴达比亚的物件交互快艇 Hercules 号和 Blue Mantle 号的主管，并且下面过时了后，就含迄寡代表坐领港船转来港内。快艇 Hercules 号甲 Blue Mantle 号以及小平队船 Watch 号用旁客定，奉上帝名航往巴达比亚。阮听到因发炮数响，所以阮也最后一道对即个社报共款发炮回应因。即寡船只所在货物总价值是总价金额是空白，无写几号吨吼。愿万能的上帝带领因一路顺利到巴达比亚。Apple 本号装上要再去波斯的塘来出港。下晡有强风对西北风吹来，今仔日有4只篷船对厦门来到遮，做23个官员，23个船员，20个乘客甲1个负责人，再来下列货物：40捆的粗纸，66包新的薰草。24包棉布，80匹精美的抹布，800捆稻罐，6000袋虾，40袋观察棒，10袋小麦，5篮打的奶子，8篮柑仔，2篮粗制地米。11月21号拜三，我今日较长吼。11月21号拜三，今仔日上长的这边，稍等下，休息。即天较长吼，11月21号拜三，和昨昏相像的好天无改变。古鲁内姆人号装上要载去巴达比亚的糖 ，Z 航号落甲船顶的土团落来。路德瓦斯号装上要载去波斯的糖，而 Apple 本号又搁来入港。下晡，佛罗摩萨议会召开会议，会中可敬的教会议会提交。该教会议会诉其本年10月5号的记事簿的条约，是针对今年6月11号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阁下所寄予处队政府的内批中有关宣告的部分，由处队长官转交予可敬的该教会议会，命令因遵办的迄寡代志的反弹，这是关系到伫个即个岛屿佛罗摩萨人。宣扬基督教的代志的，即寡可敬的兄弟讲，因对总督府当局无了解，也无批准因可敬的教会议会伫本岛南部的工作甲计划，感觉真伤心。因要对此提出回答，然后答辩吼，而且呢，因全体一直要真恭敬来讲明吼。因未当同意该教会议会监督南部的教会事务的权力被剥夺尤其未当同意讲即种教会事务归为政务人员来列管。因此，即寡可敬的人恭敬来提出下列数点要求，请求阮的同意。就是第一点，由可敬的教会议会监督南部宣教事务的情形，要继续维持落去。就是由这个教会议会去监督南部啦，吼。而且以后要按照因的看法，为这个宣教事务需要工区，因拢会当来增添补充。第二点，请长官命令政务员 Hendrik Norden 伫个无妨害或者是未得到去妨害伊的政务的情况之下。爱帮赞方面研习南部语言的牧师来采集树类以及学习言语的讲法，就像 Hans Olofs 的时阵，捌数处来帮赞过的安尼，并且为着要达成这个目的，伫个伊政务员 Hendrik Norden 因为参加圣餐或者是其他原因。
来前来台湾的时阵，爱互伊伫咧台湾加留几工，用来牧师归说迄寡南部的事类，并且用书面将即寡事类的归说写落来。这是唯一会当学会晓南部语言的方法。第三点，该牧师得以自由，无受妨害，甲对此事上适当的学校教师临时来调来台湾。此事就是协助牧师学习南部原住民语言的这个代志啦，或者是来该牧师的伊的大所在来帮助伊学习该语言，甲迄寡教师离开的期间，因的工作要委托学校的教师同事去做。第四点，诺顿或者是学校教师伫上述来协助牧师学习语言迄段时间。第一，对南部迄三个无共语言的地区，各带一个人来，以便阮较容易来辨识迄寡地区之间方言的相共甲相异之处，以及辨识各村社中间语言说法的异同。第五条，伫咧北方季节，每一个月爱送学习簿仔来交互学校的时阵，要对附近村社的居民中选出上精通CD 语言的人运送。迄时，该牧师会当甲因留踮咧遐2-3天。此事伫因出发以前，必须要先甲因讲。用来协助伊学习南部的语言伫小人甲新港的政府员甲牧师，得到政府高层，接到政府高层主要是台湾的长官的命令的时阵，无论是口头或者是书面的命令，拢必须要随对因所管辖的村社派出去被认为对该牧师为此目的上适当学习南部原住民的语言上适当上路用的一个人或者是所有人去牧师遐。第七条，为着这个目的被派用的原住民，将的每一天支付因应该有的膳食费用膳膳食膳食费素是俗嘛所以膳食费就是包吃包住啦。我咧查这个先例，哇！我拄好去甲监理店试掉。先读做先先 SIAN 先就是备办通食，厨房好的口味，好的味啦精鲜的肉，酱鲜讲为着这个目的被派用的原住民将的每一天支付因应该有的膳食费这项额外的开支，该牧师将会自行负担。并且以后长官阁下将斟酌，互因奖赏。即寡事项伫福尔摩沙议会呢详细考虑了后，做出今仔日的决议了呢详细记载决议简要如下。第一点，伫咧无损害着政务员的权限之下，南部异教徒归信基督教的工作，
将继续由可敬的教会议会监督进行。第二点，要求政务员Hendrik Norden 协助牧师翻译一寡荷兰语的词类，甲南部原住民语言的意见翻译一寡荷兰语的词类，甲南部原住民语言的意见，伊阁下同意。牧师会当对伊的地区调用上好的学校教师，无论对南部的语言已经熟练，或者是还搁咧学习中，来协助伊学习南部的原住民语。但是不得有命令别人强迫伊的学校教师的情况发生。对此已经尽了真大努力，并且得到真好的效果。以免又搁听到像以前听过的迄种骚乱、严恶的声音。第四条，政务员 Hendrik Norden 或者是学校教师被调换的时阵，会当对南部无共语言的迄三个地区各带一个人同行来，但是爱安排好，互迄寡人不得被留踮遐伤久，或者是去遐拢无啥物用途。伫咧每一个月送迄寡类型的报表的时阵，将会有人均村社的居民中，对悉尼语言上精通的人来讲，但是也要注意，不得将伊留踮咧遐伤久，或者是无必要的来停留伫遐。第六项全部删除，因为和第三项内容相同。第七条，被调用来协助牧师学习南部语言的原住民，到位了后，每一工只要支付1斤的米甲3个 Stuvers 的钱，出外毋免去给付毋免去纳这个钱，毋免去开这个钱此外，关系到要创办的学院，可敬的教会议会决议坚持主张伫麻豆创建因认为麻豆比其他所在搁较适合建造该学院的环境形势。但是，阮甲因讲，按照巴达维亚当局内部的看法，应该建造伫咧小人啦因为小人是建造该学院上好上适当的位置。有关该学院的命令以及新的教学方法和其他有关事项，和迄寡可能的社会局当局广泛讨论了后，将会停报巴达维亚当局，同时将请求对荷兰印刷，并且再来标准的告载。最近，随军队对北部的淡水来到处队公司翻译员Granville Lemas 伫处队，阮无需要，但是伫迄边却真需要伊，因此决定爱尽量派伊经由陆路转去遐，并且早一张批去交互归人的主管本先生，并且决定因为伊伫咧早起出征的时阵的忠诚服务，要赠送伊6匹棉布，也要赠送伊一个重判2匹棉布，并且赠送几包薰草予其他3个人，互因伫咧途中去使用使这个薰草啦担任刽子手。刽子手啦，刽子手John Barnes 伫咧上述去北平出征的时阵来过身去。伫咧请求之下，阮任命士兵 Frederick Jones 来接受伊这个职务，伊将会得到和这个过身的人同款的待遇。今仔日有一只航船出航前往厦门做40个查甫，再去下日622斤落甲肉，1170斤糖，8750斤糖水，40后去的落甲肉，80担胡椒，7担大香木，7担槟榔，10担鹿骨
三大古体啦，哈，贝纳歌妓。贝纳歌酒吼，由一只胖船出航前往平湖，载7个查甫载去300斤糖6担地麻，由2只胖船出航前往南部，坐14个查甫载去五道米1罐烧酒。在一个礼拜四，透早快艇 House 和趁着良好的陆风来出航 ，Roadbus 号也同款出港。迄个 Orani Moonen 号装好了，就去停伫个航道上，要是好天。哦，一个活动一个，看下时间，剩10分钟。哎咻！哦，本来想讲11个会使读了，结果愈读愈慢。11个2385，今仔日按照昨日议会的决议，由翻译员瑞曼斯炸着一张批经由陆路送去鸡笼，互遐个主管本事先生。批里主要内容是写讲，阮据报以本事以先驱者单独引带顶个月26号去到遐会出征北部的军队的作为，表示阮会懊恼。不过，若无遮尔侪人破边转来遮，迄著安得搁较好啊！迄寡散漫或者是离线去的，即个霹雳社人甲拿社人，若是来用伊请求任命，就爱聊下因，但是爱命令因离开因的居厝，去含对阮忠实的人同齐徛起，爱好好啊含迄寡地区的居民，特别是多罗湾社人友好相处。助理包比安伫迄边的表现也袂歹，比阮伫厝队想象的还搁较好。伊伫迄边用铁啊含面部交易的迄个12耳盘是用银掺杂假啦吼，即种黄金因为伊金骨的圆面真容易变色，山里黄金上好，成色悬到29、23卡啦。本个月3号用日航号含 Watch 号送来厝队的伊的迄张10月20号的来批，将会伫以后较有用的时阵来甲伊回批，并且设法供应伊需求的需用品等等。早起考勤的法务议会也召开会议，迄只大胖船 Roadbus 号来入港，也是同款的天气甲风。11月24号拜六。上午小便底船 ，Growing Moulin 号和 Emerald 号出港 ，Applebum 号也出去港外一抓 ，Bus 号装糖，日航号离开站桥，下晡大蒙，但是天气好，有微风对西北风吹来。今仔日厝队长官规日甲一张伊写好长官炸牙的本名叫做电台哦，今仔第一道看。甲一张伊写长官炸牙就是电台批，以及伊阮请求的迄4张，爱互伊派胖船出航使用的海上通行证，放起来交互伊的代理人，并且按照本个月13号，阮伫个会议中针对伊来批所写关的着迄只失事的柔佛的胖船的决定。现在甲阮的意见用书面甲伊讲。详细内容会当对发生破年的来批看到。今仔日有2只胖船对北部的淡水甲鸡笼来到遮，坐33个人，载来7担泥钛、30桶巴伦的乌色粒仔，什么意思？44袋茶。即只胖船对鸡笼炸着迄边的士兵。
的主管本先生暑期在1月10号的一张批来交阮，对这张批阮真遗憾，来知影讲迄个含迄支即个远征军同齐去迄边的迄寡新的士兵，拢因为发烧倒伫眠床诶病眠床里，其中已经有18人死去。有一个士兵伫淡水放哨时被发现死去，医官和其他人拢毋知影伊是安怎伫暗时安怎来清好放哨，为虾米来做安尼做普利也咧念讲，迄个地区原住民教导基督福音的事工进行甲非常的歹，甚至也强要看袂出有任何明显的进步，明显的起步只有伫咧鸡笼附近的金包利社和淡水附近的塔巴勒社，这两社拢是马赛人的村庄，得到仅有的成果但是迄边的囡仔，包括着大啊含细，上侪嘛袂超过30到32，而且因还真少伫咧学校被用荷兰文教导念字。有几啊迄寡友好村社长落去遐问讲地方话语是毋是会当卖出色？对此伊回答因讲，各北征军队迄个北征军队的指挥官已经真清楚来甲因讲，必须要出席参加地方会议，因每一个人对伊所领到相当的奖品，并且对因清楚答应会遵命出席。虽然如此，因讲伫迄一年一度的集会时阵，因要去迄个海湾公务鸣跳、啉醉酒来自行出路。因袂听话去出席地方会议，因此本事和迄寡无法度适当转移因的态度。到今年12月时阵，伊还着开一点开销去请一寡人食饭，用来维持并且加强和因的友好的关系。如果对迄当阵以后就拢无重要代志，伊打算明年3月才会搁写批经营录落来寄来互阮，详细情形会当对这张批看到。10月25礼拜日，大家爱困，我看卖准5点。今仔日天气真好，下晡讲到了后，写好要寄去巴达比亚当局的批，一读了后签名和其他物件同齐拢抄写2份，伫咧秘书处封印起来，摕去交因暗要出航前往巴达比亚的小便队阵 ，Gromulon 号和 Emerald 号，因所在航母总计值是46108毫吨。原至关的上帝带领因平安到因的目的地，路德法斯号也出港了。11月26日 ，Apple 本号已经装糖装好，顶部是热而且无风的天气，下晡就透落来良好的北风。未收到政务员 N Barnes 对李林寄来一张批，数据本个月24号甲阮讲，牧师 Amsfin 伫本个月14号开始发烧，后来变成悬烧一直继续到本个月24号透早5点钟，午睡顿时过身去，这是真正是互人伤心的消息讲即个牧师啦Amsfin 有4只航船出航前往厦门，坐120个人载去13380斤糖水，26666斤糖，20860斤鹿仔肉，715斤大虾啊，4696斤大鱼啊，80道大尾，10道芝麻363担胡椒，70担盐，40担地麻，60担鸡蛋，5000个油豆饼。
36个果酱，11刀鹿骨，30刀油豆，30刀30捆的牛皮，15捆的牛蹄，15担的牛蹄。11月27号。11月27号，我看卖啊，好啦，后回再读啊。11月27号落长啦吼。好，歹势囡仔咧读甲爱困吼，你是太无用诶。哎哟，爸比，我自头到尾无看到你啦。我是讲我看袂到你啊，我想讲你无来。啊，你做到你来哦？哦，安尼。哦是哦，你头一个，我无看到人，袂要紧，袂要紧嘿。我看袂到你的头像啦，我的意思是安尼。好，好啦，安尼我来归房啦吼，感谢。好，多谢关，多谢天向山你。